香蕉的卤哈。哎呀，你那厉害！这个台湾对，萨吉拉呀，跟台湾的做法都是这样。对哈。对呀，有啊，他们所以用香蕉这样子啦，就是你这样弄。我们原住民很难呐。64年，64年。快点过来，这研究嘛。不要全部拖着感觉，边拖边拉线。Matapos na isang. Ah, 要赶快剥。你看，香好，你要一定要在这里这样哦。你看，有没有？如果你是比较好这个啦，你一定要在这里，然后你在这里压。你看，弄一点点，不要弄太长。你不会的话，你用一段一段。你看，它这样，你有听到声音？该来就不干。它是现比较现出现在做，一样。就是在这个怎么要很有耐心的去做。一样可以做。什么？嗨。我相信，一根的。很短。Masih kurang lagi ni lah. Sangat ni dia ni. Masa nak kurang dia ni tina pisang nak ni. 我那个妈妈，对，就这个。哦，也大点啦。我对也多有毛了。真的这样。这个怎么做？有毛了，你有毛了。其他的卖过来没说好。下面就是这个。也没有力吗？很力。很美丽，这样。要美丽的刀。magkatun. Ay, magkatun. Ay, nagmagkatun. Ate, ini magkatun. At ano kiskis, ano ko na magkatun. Diyan sa tayo na ako. Ane to. 看，师傅有毛了。看到毛了啦。看到线啊，毛啊。看到反对。这样。你就弄一个地方。对呀。你现在有看到我的毛？你看。在古龙摆呢，在人古马那样。现在线没有耐心。可以做线。这个要拿女生才有耐心做。看，有线了。对，这样就对了。你们先体验。那你要学啊，还要酱呢，下一次。再回去刷一刷晒干。这个咖啡色是一层。这个失败了，这个是真弄。有了，你的出来了。不要偷懒的学习，买最快，啊，啥都不知道，这一说你学不到什么。可以用一个手画嘛。买个塞多呢，安喏。什么呢？土地可以。对，是土地。它有灯位。用灯位做的。对啊，我看它这个编好。所以说，你看老人聪明到什么地步？他灯位的时候，他只是一片这样而已呢。一片。只有这样一片，只有这个。就封起来。他就一直这样灯位嘛，他弄长长，然后你看他用很简单的缝法。从下面。有没有？他这边缝起来，给它缝合。然后这边做开当你的那个法路塔你了，你喊你呢，这样子，然后或是他用马赛做他的绳子。你知道什么叫马赛吗？马赛。马赛就是。咱们现在的人。一种。马赛是一种那个绑东西绑马赛就是去卡睡的时候要绑东西用的。植物。哎呀，这么台东没有了，他没有去赶。没有去五妈了，主要是没有去五妈。哎，有嘞，有的线。哎，安嫩，蒙古ra不对yan tuan cingin, gimana? 你买张来都不你好，它这个都剥不掉了。那个外皮啊，买张来都。师母，上次我唱你400块。
的吗？啊，马来说好。我忘记了，那个礼拜天给你。我上次给你100嘛。顺便还对500算一下。好，这样。刚好有500，我看到你古辣的那个字，啊。是师母古辣，是不是写古辣？古辣的古辣，不是，我是说这个衣服哈，有的人的地方讲古辣，有的人讲嘛。啊，那是古辣，是喝的吗？我想到喝的就想到师母。对，有的人会讲古辣是喝的呢。为什么这样子那么多名字？对呀，我们的古辣是喝的。对。马哈。哎呀，你的古辣2条，哎，1条我都。这么谢谢你。我记你买张sana. Yang mantap. Oh ni hao. Mai张这个好到底还多好呢？好。Ni. Mana pina itu mahal ni susana. Bahaya itu ah. Kamlengai mahal kata dia kamlengai lah. Ya kamlengai lah是这个绿色的这个。kamlengai lah. 所以很啊都你一整啊你了嘛。你说一个很地人也很好，可以。可是那个线还是看不到啊，啊，如果那个线一样，你连那个绿色的这个笔也要拿掉，再刷，那，keliu tu， 再刷，keliu tu kurang，Adilin，它东西啊很细。对呀，可留在这边了，哇，这个可能只能。你看到可溜了，你就很有心得了呢。哦，还有马了，很失望啊，一直啦。不要吵架。会好好聊天的。要吵架。Ay tangay, mapatuli tambah ketunai. 如果它湿湿的哈，很好。给他们吃饭不行吗？反正都咁冷都不带你说，你做事会变滑滑的。它要干比较好还是马斯巴比较好？它泡过，然后拿过来马上这样子可溜的话就很好拿。这个我是给他吃饭啊。你弄看看啊。水慧老师，你的独立灯还活着吧？那个鱼都死光光了，在我家。为什么？要换水，因为他买那个鱼，有养的，我家鱼缸没有养。那个每天在那边吃。可以吗？用那个刀可以吗？好。那个刀很好。很好，我拿个一下。你哪里拿的？是苦了？啊？怎么有？你那个你去看，对。我去叫我爸爸的那个工具有没有那个？还有说有没有？你等一下弄的时候好对吗？对呀，好的，好他等一下这边就绑嘛，带势力的啊。对呀，是我会的，等会有了这样子。没那么你不要再买一张爱诺巴利。对呀。所以剥的时候不好剥。